Thank you.
视频吗？不，对，这里这个直播。直播拍视频你在剪着吗？还是什么？要剪发吗？剪的嘛，有些就单独加工嘛。哦，可以这里面也发吗？这个直播间里面可以发视频吗？直播间不管，这边是实时的，这边是实时的嘛。但是那个直播间你可以回放，就哪一天呢？你可以这个直播可不可以变成这个？就这样，然后画质。美食街2楼。到一个到。哇，没谱的，太上人太多了。
可以。在中间，在黑中间，在中间好看。但是它中间是最跳的，它编舞他的，对，他编舞。他编的啊？哎，这是他编的呀？他编的舞蹈。苏拉哈？他不是叫瑞瑞。叫瑞瑞啊？哎。他们一家都跳舞，是不？他跳得好，身材又高。你就那种大嘴，把腰走过着呢，走着没呢，还有站桩的意思，算起跳。跳什么？献个之身，你还在室外这些，要不然现在这个多好看！比较高一下1.7米。哪个1.7？这个。这个是他出的，这个是杨军，也是将近1.7米。杨军，太多了，他们看的这么多。是啊，看他不行高。他站后面的嘛。他交叉了，不然的话全部都走出来。后面那个嘛，对啊，1.7米。1.7啊！看到那个鱼汉都1.7米，看嘛。交叉到那个。那服装设计看他们跳。哎呀，好什么？有点湿湿。好，他把瑞瑞都加上算了，反正都4个人了。他往左。对了没有？他一起嘛，一起，他们一起吧。反正都5个。哎，他走。他叫5个。我交叉到这边来拍吧。
加个追踪。可以互动的。这个叫荡曲洲嘛，当然当曲张曲的曲，叫荡曲洲嘛。没让你抱过来的吧？哦，没事，等一下，他俩是本人。这个，来吧，抱上来之后他就可以随便摸。它叫什么来着？欢欢。翻了，翻。哇，你看。腰，我要跟沙马曲商是采样的，哦，不采样，名字都不一样。就是有点像。这首歌叫啥名字？这首歌啊，对啊，我的名字。他们俩放了一个。
好，你们4个人一起跳。那个就没有不用竖屏。我东西。直播看不到。好吧，我开始了。一直没有，我年之前用了一次，那你没用过。我往前面站一点。在黄历灯的国外，啊，对啊，你要是固定上网啊。有美区账号，注册美区。关于中国大陆的，他不让你下分区。对，你收不到，收不到，分区域的，分地区，它相当于显示那种不一样的。TikTok 的那些是在台湾，还有大陆。哎，对。哎，10岁多，10岁半。开了。对，互相看一眼，微笑一下。来看我一起。小心后面，小心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来看我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回走。考虑一下吗？你帮我看，好，你帮我那个。
这个是这个叫鲜果之声，鲜果之声，这个。张老师，你帮我拍发一发给我嘛。我相机没变了。好吧。小李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个里面太多了，是吗？啊，不是，其实都一样的，都一样。转这边面孔比较新嘛，只是说，这那边都是天天见的那种，最后才很多天见一次。商务和那个。他找不到，你放心，找得到的。赵老师辛苦您了。衣物。对，感情的特长。感情笑起来。感情的衣物真的不一样。他和桌上两个票吧，他们两个票好像。这个衣服挑了好多次了，吴明说的。
走住了，走住了。再来一个，来。20。工具拿出来，我的妈，现在这么热闹！我到前面去。会啊，再往后一点的。他是查尔斯吧？查尔斯，差不多查尔斯。老的查尔斯，到底是哪个？好，我看看啊，记得拉开。所以你这个距离，我这拍不到脚。还在，我这个是看。啊不，别往前，往后。 85，往前我拍不到脚。小一点。你这个刚刚。
嗯。叫你叫啊，叫你叫啊。毛盘那个最方便，是我那个最方便。对啊。